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7月26号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新疆地区去年发生大规模民族骚乱事件，暴露了维汉两个民族之间矛盾的尖锐激化。7·5事件之后，新疆的形势逐渐平稳，但海外的东土耳其斯坦运动仍然方兴未艾。世界各地的维吾尔族团体举办各种活动，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要求。今天呢，我们就邀请美国维吾尔联盟副主席阿里木·赛义托夫先生来到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演播室，和我们一起探讨海外维吾尔运动的性质、主张和前途等问题。赛义托夫先生呢是旅居美国的维吾尔族人，今天他用中文来参加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来参加讨论，向来宾提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美国之音为您提供的免费电话是10810，然后拨866-837-5161。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地方呢，您可能要先拨108-710，然后再拨打866-837-5161。另外，您也可以发电子邮件来参加讨论，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ussinwen@gmail.com。现场直播，即时扣印，现场他的首次关注国际局势，掌握国内动态，电视广播同步播出。一个直接对话、发表意见的平台，全面、客观，把握时代脉搏。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好的，现在我们就开始节目的现场讨论。赛义托夫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很荣幸参加你们的节目。您是美国维吾尔联盟的副主席，也是呢世界维吾尔大会，就是中国国内比较熟悉的世维会的发言人。那么首先呢，我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组织，他们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他们的宗旨是什么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世委会是2004年在德国慕尼黑成立的。世委会的目的是代表世界上的所有维吾尔人的政治利益，也就是希望通过对话来解决东土耳其斯坦问题。美国维吾尔联盟是1998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成立的，成立以后已经有12年，也就是在华盛顿不仅仅代表在美国的维吾尔民族的利益，也同时代表在东土耳其斯坦和世界各地维吾尔民族的利益。因为华盛顿是世界政治首都，所以在这儿我们的工作是非常繁忙的。但世界维吾尔大会也就是所有维吾尔组织的代表，世界上的代表，合法代表。世界维吾尔大会的目的是通过非暴力，也就是和平方式来解决东土耳其斯坦问题，希望也就是得到维吾尔民族的民族自决权。美国维吾尔联盟同样它的政治立场跟也就是世界维吾尔大会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美国维吾尔联盟只是代表美国的维吾尔民族。好的，您解释得很清楚。那么除了世维会和美国维吾尔联盟之外呢，世界各地还有哪些主要的维吾尔团体、维吾尔族团体呢？现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维吾尔组织和维吾尔团体，尤其是在西方国家，无论是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也好，在欧洲许多国家，挪威、瑞典、瑞士、德国、法国等很多国家，还有在土耳其，还有很多组织在中亚国家。好的，您刚才呢在回答我问题的时候呢提到东土耳其斯坦问题，那么可能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对这个问题不是特别清楚，请您解释一下什么叫东土耳其斯坦问题，什么是东土耳其斯坦国，它和疆独，中国国内比较熟悉的疆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对，东土耳其斯坦好多就是中国人感到很奇怪，可能也很模糊，他们不知道什么叫东土耳其斯坦，他们知道的东西就是新疆，也就是新的疆域。什么新疆变成什么东土耳其斯坦，什么叫土耳其斯坦或者是突厥斯坦？是的。但历史上你看中亚，这历史上只是突厥斯坦，这包括。不仅仅是今天的新疆，它包括就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以来这些都是一个地方。然后也就是当沙皇俄罗斯他们向东边就是扩展的时候，他们侵占了就是东土耳其斯坦西部分，也就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1991年苏联解体，然后西土耳其斯坦的这些国家。也就是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坦，他们变成独立的国家，但是东土耳其斯坦现在所谓的新疆仍然是中国的一部分。东土耳其斯坦也就是在上个世纪，在20世纪1933年和1944年，维吾尔民族和当地的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塔尔、蒙古其他民族一起2次建立了，也就是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然后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1944年成立以后，直到1949年，也就是今天所谓新疆的北部，也就是是代表新疆的全部地方，是个独立已经宣布独立的一个国家。但是1949年，因为当年斯大林看到一个独立的，也就是东土耳其斯坦不利于当年苏联的版图完整，因为东土耳其斯坦独立，西土耳其斯坦也就是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他们都要独立，所以最好是迫使东土耳其斯坦变成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斯大林协助毛泽东就是派兵不仅仅派兵，斯大林还派了很多军用飞机、运输飞机把中国的所谓的解放军运到也就是新兴峡口岸，然后迫使东土耳其斯坦总统和其他的高级官员和毛泽东对话，然后以飞机爆炸东土领导人逝世为名，让中国的所谓解放军王正领来解放军侵占东土耳其斯坦。1949年，1949年以后东土耳其斯坦改名换姓变成新疆，也就是新的土地。然后1949年以后，新疆1955年变成所谓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然自治区任何自治都没有，然后我们就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好的，您刚才讲了这个我听您这样一讲，我就明白了，您所说的这个东土耳其斯坦国，实际就是指的新疆大部分新疆地区，甚至全部新疆地区。那么您刚才讲的这个新疆共产党军队1949年按您的说法，新疆被并吞到中国的版图里面来。但是按照中国历史的说法，好像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您说新疆呢是中国起的名字，但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呢，当时也叫新疆；在满清政府的统治时期呢，当时也叫新疆。您怎样解释这个问题？对国民党的时候，当然盛世才在那儿就是变成一个独霸吧，在当年。他控制了新疆很多年，当时他和国民党的关系也有关系，也没有关系。但是那之前是满清帝国，他侵占东土耳其斯坦，不仅仅侵占东土耳其斯坦，他侵占了蒙古、西藏，扩入这些土地，也就是扩入了，也就是满清帝国的，也不是所谓的中国的。满清帝国他们是满族，他们事实上是侵占了中国。他们根本没有给中国创造什么朝代呀什么的，当然我们知道满族是东北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们有努尔哈赤1614年吗？1644年，谢谢。1644年侵占中国以后，他们根本不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或者是汉族人扩大什么土地为汉族人建造什么朝代，他们作为外国侵略者侵占了中国，然后他们利用也就是汉民族侵占其他地方。左宗棠是个汉族，他们利用也就是左宗棠作为满族的一个军官吧，侵占了也就是东土耳其斯坦当时。然后他们1884年，也就是把东土耳其斯坦改名换姓，第一次使用新疆，也就是新的疆域、新的殖民地殖民，他们把这个地方叫成新疆。但是维吾尔人，所有的哈萨克其他人自古以来叫这个地方就是东土耳其斯坦。然后满清帝国19
11年也被国民党推翻以后，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就变成了满清帝国的继承人。国民党当然派兵派将很短时间，然后是1933年，所有维族人就说反对国民党，建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就是和国民党一起打就是反对国民党。然后1944年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建立以后，重新也就是向国民党开战，国民党基本上已经失败了。但是我刚才解释这样，斯大林把东土耳其出卖到中国共产党。好的，您刚才已经说过这个问题了。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呢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在接听电话之前呢，我再向您问一个问题好吗？就是说您刚才讲这个东土耳其斯坦国，那么现在的这个海外维族团体是不是要建立他们的主张包括不包括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东土尔斯坦国，也就是中国所谓的疆独呢？中国所说的。对现在我们世界世委会和维吾尔美国联盟和所有其他西方国家的所有组织，也就是在世委会手下的组织，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谈判，通过和平谈判，也就是和中国政府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希望是得到也就是民族自决权，应该我们自己来解决我们自己的政治命运，不是说也不是疆独呀，也不是不独呀之类的。那就是说民族自决权和独立有什么区别？独立有很大的区别，也就是独立是全民族说我们要独立，我们要分开，我们要变成一个国家。民族自决权就是通过谈判来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也就是你的民族解决你自己的政治，由新疆人民来决定自己的民族去向。好的，这是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话题呢是海外维吾尔运动的性质、主张和前途。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维吾尔联盟副主席阿里木·赛伊托夫先生。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向来宾提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美国之音为您提供的免费电话是10810，然后拨866-837-5161。那么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地方呢，您可能要先拨108-710，然后再拨打866-837-5161。此外，您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ussinwen@gmail.com。美国之音为您提供7档电视与广播同时播出的同步节目，从关注热点和争议性的新闻事件，到全方位的体验美国人文风情，让你掌握最详实客观的时事和娱乐信息。每周一到周日，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锁定美国之音电视节目。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开始接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首先呢是湖南的张先生，湖南张先生你好。湖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在我们线上，请讲。好，媳妇你好，你好，阿里木先生你好，你好，就是你所讲的很多内容，就是我是第一次听到，就是对那段历史的更清楚一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要成立土耳其东突的这个独立的一个国家的这个也是不太现实的。你像华人如果是到其他地方所到的地方都要成立一个华人的国家，那其他的民族呢到了美国的话又在美国又成立一个国家，就是那全世界不乱套的。我觉得你那个不太现实，我不赞成你那个成立东突尔其斯坦的这个主的观点。我说完了，谢谢。好的，张先生，谢谢您的评论。我们下一位是江苏的张先生。江苏张先生你好，请讲。我想问2个问题，一个是历史上这个新疆独立的时间有多长？
我觉得这些懂得历史的人才知道新疆的真正的情况。我这看了很多历史，好像就是中国在乾隆时期才把新疆征服的嘛，好像是在之前明朝的时候好像也是独立的。汉族的时候实际上也是独立的嘛，其实有国家的，好像是。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个历史问题，所以真正懂得历史的人才懂得新疆的问题。这个是大家知道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新疆现在有这么多资源在这里，我估计中国政府不可能放弃的。煤炭资源啊，天然气，包括我们这里用的天然气都是那边的，你想想怎么可能放弃呢？好，您是在江苏。我估计新疆要想独立的话，真的很难，中国政府不会放弃的。还有新疆人，我觉得不团结，估计很难啊。好的，谢谢您，江苏的张先生。刚才2位张先生分别发表了他们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您的回应？我的回应是当然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世界上有多少个民族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有几万个民族。所有的民族都要独立，当然世界上变成几万个国家。然后国家的稳定呀、国家的主权呀之类的，当然都不可能稳定。现在的问题是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你要看的话，世界上的200多个国家以前是世界上才有100多个国家，好多国家就是20世纪末期后期，也就是50几年以后。像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1949年才建立的国家。你看我你看他们的话，就是说这些是很新，就是最近才出现的独立的或者是出现的国家。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好多的问题不仅仅是或者是维吾尔民族要独立，藏族要独立，或者是其他人科索沃要独立之类，这不是这个问题。这里的问题是政治制度问题，这是共产党的暴政问题。假如像美国这样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人权保障，人人在法律之前，然后你作为汉族人，我作为维族人、白人、黑人，其他人都在法律面前平等的话，在中国，在美国的汉族人他也必要有独立，在美国的维族人他也必要独立，因为我们都是平等的，不受歧视，有同样的政治经济机会。在中国没有这种事情，因为我是维吾尔族，我就是恐怖主义分子；在中国，我就是三股势力极端主义分子，我就是分裂主义分子。然后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有目的性的破坏维吾尔民族，而好多汉族人也有偏见，他们认为维族人是落后的一个民族，他们就是要搞分裂，就是要搞独立，就是要搞这个恐怖。所以我在维族人现在你看一看，在中国任何一个维族人他不可能很骄傲的在中国作为一个维族人而生存，因为他受到的各种各样的官方的个人的歧视团体的。所以在这儿来这是一方面来说是中国的政策，中国的暴政然后是维吾尔民族这种受苦受难受压迫的这种对待，迫使好多维族人认为我们不可能在中国平安的生活，有人权有民主，我们可以讲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们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的文化，保护我们的传统然后就是保护我们的宗教。他们就认为没有这种可能性，因为中国共产党1949年到今天为止已经证明维族人就没有这种可能性。只要维族人变成汉族人，他可以当人一样生存。假如他不变成汉族人，不用汉语汉文化汉他要用维，他就是分裂主义分子。所以好多维族人认为为什么不分呢？好多藏族人也同样因为为什么不分呢？因为他们不可能当藏族人当维族人当蒙古人在中国骄傲的生存。他们没有这种生存性。好的，现在呢我们有一位网友，他通过电子邮件呢，他给我们发来这样的看法。他说世委会呢应该和西藏青基会联盟，以推动中国民主作为宗旨，以中国的民主来争取自身的民族权益，这才是最好的出路。他说民主的中国呢才是新疆、西藏、香港、台湾的最好出路，因为他们的问题都是中共制造出来的。我们这位网友呢，显然他是他没有明说，但是他也不太赞同分出去。他认为呢应该推动中国的民主。那么像您说的那样，如果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了，那么这些民族呢就能够在一个大家庭里和谐共存了。这是我们的一位网友的看法。我们下面再来
接听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电话。下一位是湖南的王先生，湖南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对不起，王先生电路呢？王先生的线路可能断了欢迎您，王先生啊，下一次再打过来。下一位是山东的张先生，电视观众，山东张先生。山东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看来张先生的线路也出现一些问题啊。下一位还是一位山东的张先生。好，下一位陕西的袁先生，陕西袁先生。陕西袁先生你好。陕西袁先生的线路也在也断了，看来是哈。好的，刚才呢，我们这位我们就对这位针对我们这位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您来回应一下他的问题好吗？可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事实上，世界维吾尔大会，我们一直跟达赖喇嘛。他们的西藏临时政府也罢，也和中国的很多民主人士，魏晋生吴宏达、杨建立和他们一起合作。我们的目的是，当然是呢，有一个民主的中国的话，当然对汉民族、藏民族、维吾尔族、其他所有民族都好。中国本质性的问题是共产暴政问题。1949年以来，在中国受压迫的不仅仅是维族人、藏族人，是汉族人，我们都很清楚。当然，现在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汉族人的情况比藏族人和维族人好，因为你们有挣钱的机会，你们有很多机会。维族人藏族人被怀疑，所以我们什么政治、经济上很多方面上的机会都没有。中国政府当然在西方国家也就是最近的20年左右，西方国家大规模进行投资呀，在中国就是做生意呀，所以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现在很稳一方面来说，但是在中国国内呢问题还是非常多的。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大罢工不仅仅是75事件还有一个310事件，也就是2008年3月10号藏族人也上街，这都显示在中国共产党已经走投无路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已经失败了，然后是所谓胡锦涛的和谐社会是不存在的。无论是在新疆东土耳其斯坦，无论是在西藏，无论是在口内，因为我们看到，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就没有能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也没有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有所解决，但是中国共产党只要不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和一些社会矛盾的话，中国的未来是不堪设想的，很难想象。我们不希望也就是中国有内战呀、大屠杀呀之类的。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东土耳其斯坦问题、西藏问题，也解决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汉族人民。因为就是几个月前我看到了一个，就是在中国国内就是枪杀罪犯的一些资料，我看到是很多汉族人他们被无辜的汉族人，他们被中国政府，因为中国的法律不是独立的，中国的法律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么说，他们就是把一些无辜的汉族人被杀，然后几个月以后，他们真正找到了这个凶手，另一个案件，这让人看得非常非常吃惊，也非常不好。所以这的问题是中国的政治制度问题，政治制度一边，其他的问题都好说，都好商量，就这么。好的，继续来接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下一位是黑龙江的张先生，黑龙江张先生你好。嘉宾主任你好。请讲。那个嘉宾，我想向你提个问题。1年前在新疆那个打砸抢烧，对这个汉人也好，也有一些少人也好，他们这种持刀杀人那种画面看得非常残忍。作为你是现在是中国人也好，你是个维吾尔族也好，在美国你看这种画面，你的心情是如何？再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在美国的经济来源是由谁来资助？比如说美越或者美国中情局或联邦调查局
是否向你咨询一些国内的状况？我希望你如期的回答，谢谢。好的，黑龙江的张先生2个问题。当然我们看到的就是去年7月5号，我们看到，当然在中国大陆是中国中央电视台他们所播的都是维族人打汉族人，好多汉族人被打伤，有些被打死。当然我们看到的这些情况时候，我们也感到非常难受。我们不希望无论是维族人也罢，汉族人也罢，无辜的人民受破坏，受打击，受死亡。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双方都有很多人都死，维族人也死，汉族人也死。但是中国官方当然他们的偏见性报道，把什么东西都赖到维族人头上，赖到也就是市委会头上，说是维族人，也就是市委会在国外策划国内这些维族人上街他们不是和平上街的，他们是有目的性的打击汉族人的。但是好多其他节是在中国国内你们没有看到的好多就是录像，都在 YouTube 都可以看到，是汉族人是怎样打击维族人，还有就是中国的军警是怎样扫射杀这些维族人的。当时你看的时候，这些维族人他们上街游行时，他们是和平游行的，好多维族人手上都有中国的红旗，他们认为他们作为中国的公民，他们有权利就是和平的上街去，就是人民广场前面去游行，就是问人民政府来回答韶关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多少个维族人被打，多少个维族人被杀，然后是中国政府逮捕了多少人。中国政府对此任何回答和解释没有，中国官方派兵派将派武装人员来打杀这些维族人，激怒了一批维族人。这些维族人很遗憾，他们看到的，当然对于维族人来说，中国共产党是汉族的，中国的官兵是汉族的，中国的政府是汉族的，中国的法院是汉族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在上街的时候，当中国军方扫射的时候，他们看到都认为汉族人都是一回事。一些无辜的汉族人被打，有些人被死。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遗憾。我们希望今后不发生这种事情。然后是中国共产党也挑拨离间，煽动汉民族的民族情绪来打压维族人。实际上这不是什么两个民族之间的问题，这是维吾尔民族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暴政问题。当汉人民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暴政，在汉族人民自己的心里认为共产党是个暴君，汉民族是英雄。当藏族人反对中国共产党暴政，维族人反对中国共产党暴政，为人权为自由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把我们说是恐怖主义，把藏族人说是分裂主义。很遗憾，好多中国人都站在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看我们的问题。然后对。那么下一个问题，我们这位听众观众打来电话问2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您要如果愿意回答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这里说一下。就是说，您要不介意的话，向我们讲一下，就是您这些海外维族团体他们的活动经费从哪里获得？海外维族团体的活动经费是我们有3个组织，现在海外的为人权而奋斗的组织，3个组织的经费是由美国民主基金会提供的。美国民主基金会提供的，全部是由美国民主基金会提供的。对，全部绝大多数是，好多都是我们是会员费之类的。对，好的，继续来接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下一位是湖南的王先生，湖南王先生你好。今天的嘉宾，我不知道您在哪里接受的教育，因为您的论点似乎看起来是逻辑和历史知识是在我们看来是不够能够有说服力的。为什么呢？国家你来，它不是你来从来与生俱来就有的。你不管是看美国，还是尤其是看看这个如今的德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德国这个历史这个国家的宪政，当年的俾斯麦天蝎宰相那段历史你最好看一看。还有俄罗斯，今天的俄罗斯，在古代在200多年前，不算很古代，就是这个彼得大帝之前，俄罗斯这个国家有多大？今天来说，那么国家既然形成了，你要它重新再确立、再分裂成若干个国家，这究竟是在推动历史，还是在倒卷历史？我不知道您思考过这个问题。至于您讲的少数民族在中共的这个领导之中共统治之下不平等的问题，这个很可能会能够得到公众的理解和同情，因为这是一个平等或者
自由的问题，不是一个民族的独立的问题。因为你讲的是，我们不仅汉人侵占了你们新疆，而且侵占了蒙古。那么成吉思汗怎么解释呢？那左宗棠当年占领新疆的又是哪个共产党来统治的呢？来把你们新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缺乏说服力。因此，您的论点如果没有充足的论据或比较有史实资料的话，会很难得到大家的一致的同情。好的，谢谢湖南王先生，谢谢您的评论。你谈到也就是我的教育问题，我给你解释一下我的教育问题。第一，我是新疆大学中语系毕业的，我学的是汉语和英语。我在美国是学的是新闻，所以我有2个学士学位。然后是硕士学位，我学的是政治。然后我学的是在美国，我学的是法律。我在美国我是一个律师，可能我的教育比你的还要多。有关历史我学的也很多，当然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是你谈一下俄罗斯呀、自由问题啊之类的，成吉思汗，我可以谈成吉思汗，他是蒙古族，他建立的是也就是蒙古帝国，中国历史上是什么元朝？成吉思汗就跟努尔哈赤一样，他没有给中国建立什么国家，他建立是个蒙古帝国，他只是作为外来侵略者把中国侵占了，中国也就是中国西藏也罢。也就是东土耳其斯坦也罢，都被成吉思汗，好多欧洲的好多国家都被成吉思汗被侵略了。所以今天当然你看只有一个蒙古国，内蒙古是被中国所侵占。你看蒙古国的话，今天的蒙古国从来都不说自古以来成吉思汗侵占的所有土地都是蒙古的一部分，不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把所有成吉思汗所侵占的土地，把努尔哈赤或者是满清帝国所侵占的像新疆这样的新的殖民地都叫成是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同样苏联也一样，俄罗斯当年侵占了多少的国家？当苏联解体以后，苏联已经承认当年俄罗斯所侵占的所有国家都不是今天俄罗斯的一部分。俄罗斯今天都不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这是废话。好的，刚才您回答了我们这位听众的问题，现在我们又收到一个电子邮件，一位网友呢，他通过电邮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他说，维族要自觉，藏族要自觉，蒙古族也要自觉，好像现在蒙古族要自觉，这个还没有定论。那么台湾要自觉，都要和中共国说拜拜。只怪汉族人如蝗虫，既贪婪又自私，人见人怕。再加上有了中共这个祸害，全世界都讨厌害人，还是让中国四分五裂吧。当然，我们这位听众呢，他是用了比较这种激进的说法呢，来表达他自己的观点的下面我们继续接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下一位是天津的魏先生，电视观众。魏先生你好。魏你好。请讲。首先我刚才就是看到你们就有一个邮箱说这个中国的民主化问题，我也觉得你们那个就是东土耳其斯坦的运动主要它的根本问题呢还是中国的民主化。如果中国真正实行了民主，然后呢这些问题呢可以很好的解决。还有呢就是我想问一下，刚才他说的东土耳其斯坦在1944年独立，是不是是世界各国有没有承认？比如说联合国呀，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国家有没有承认这个东土耳其斯坦？好的，天津的魏先生，我们嘉宾回答您的问题。对，1944年东土耳其斯坦独立的时候，我们看一看1944年，也就是二战末期，当时也就是美国、英国和苏联也就是要在德国要消灭德国纳粹，在日本的时候日本军国主义，在国际情况你看的时候他们非常繁忙，也就是消灭这些国家。但从国际局势来看，当时这些国家大国，也就是决定二次大战以后决定世界各国命运的这些国家，只有苏联承认东土耳其斯坦。当时当然大英帝国也罢，也就是美国也罢，他们当时所承认是国民党，他们就没有承认东土耳其斯坦。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下一位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你好。好，我想问嘉宾，就关于
西藏关于新疆独立的问题，这个就不要这里讨论了，因为这个不是讨论的内容。我们讨论就是，你说这个民族自治的问题。这你刚才这位嘉宾说了，似乎那个对于这个维族人呢是歧视啊，甚至迫害啊，似乎当了汉人了就高人一等了。我认为这是站不住脚。我是汉人，他可能是维族人。我认为可能在民族问题上存在一些问题，这个不否认。但是我想，如果说，汉人中的两极分化问题，维族人中也出现，维族人出现的一些社会矛盾呐，像一些腐败问题啊，汉族人中也出现。所以说，我汉族人杀了人犯法，你维族人杀了人也要承担法律责任。我认为这些问题呀，不是说如何，你变成汉人了，你就高人一等了。我认为不是这个问题。并没有说像你夸大那些现象。我认为有些问题不是汉人的问题，这中国的一些政治体制需要改革呢，这民族问题需要改革，但是不像嘉宾那个两位什么双学位博士吧，可能学识比较渊博，但是我们要讲真理，讲真话。对有些问题，我也接触很多新疆朋友，不是嘉宾所说的夸大其词吧，就是说汉族和维吾尔族人是有一些民族的矛盾，但是并不等于说汉族人就是欺负维族人，这个不是个理由。好的，是一个统一的问题。谢谢您。好的，河北张先生，谢谢您的观点。张先生发表了和我们嘉宾不同的意见，我们一会儿呢，请嘉宾回应您的看法。下一位是陕西的袁先生，陕西袁先生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请讲。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说，在9·22以后，美国政府把那个东土耳其斯坦定为恐怖组织，你看不知道专家是如何解释？好的，谢谢您啊，陕西的袁先生。现在首先这个问题，也就是刚才的问题，这不是维族人觉得他们高一点，或者是汉族人觉得他们低一点，或者是汉族人高维族人低的。这里的我刚才几次说的，这里是体制问题中国不是法治国家，中国共产党不尊重他自己的宪法，中国共产党不尊重他的自治法，由此而造成了很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不尊重汉民族的人权，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尊重维族人、藏族人其他所谓少数民族的人权。当然汉族人杀人当然要判刑，维族人杀人当然要判刑，但是维族人杀汉族人，维族人变成恐怖主义分子，汉族人杀维族人像韶关这样，中国共产党闭只眼睁一只眼，或者保护汉族人这里造成更大的民族问题。所以韶关问题，假如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刚才那位先生所说的样，汉族人杀维族人的时候，也就是在韶关不知道多少个，可能是60-70个人，中国共产党应该把那些人抓起来判刑，他们杀人的话应该判死刑。中国共产党什么都没有做。当时在韶关的时候，中国的警方就在看游戏，就在看几万个汉族人打几百个汉族人、几百个维族人，好多人被打死，好多人被打伤。然后中国共产党一口不承认这个东西，把这些维族人调到别的地方去，不让人见面什么的。当着这些维族人的父母去问怎么了，他们孩子活着还是死着怎么了，中国共产党不让他们问，不让他们游行，把他们抓起来。然后7·5维族人拿着中国共产党的红旗来游行，中国警方把他们杀，然后说是中国维族人打击汉族人，市委会操纵这些，这是中国共产党有目的性的掩盖事实，欺骗中国人民来打击维族民的。这不仅只是几个汉族人的问题，或者几个维族人和几个汉族人的所谓的民族矛盾，只是中国共产党有目的性的打压甚至消灭维族人。但是好多汉族人很遗憾，我刚才说，因为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相信共产党的谬论，还相信共产党的宣传，所以他们始终站在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边。他们不看这个问题说，对，汉族人死了，维族人没有死吗？枪在谁的手上？在中国武警的手上。大炮在谁的手上？在中国军队的手上。哪个维族人手上有一支枪，有一支甚至小刀？可能有刀，有什么？但是怎么可能中国警方武装到牙齿，死的汉族人多，其实还有几个维族人死了？这有可能吗？这符合逻辑吗？不符合。你们绝大多数中国人只要看中国中央台的所谓的报道，问一问问题，有良心的看一看，
在中国，你们不仅仅是你们汉族人是受害者，藏族人、维族人同样是受害者。你们需要民主，我们需要民主；你们需要人权，我们需要人权。我们的目的都是一致性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司法就是瓦解所有的以夷制夷，来煽动你们汉民族，来打击西藏人、打击维族人、打击所有所谓的少数民族。这个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好的，那么我们听众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恐怖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我要向您问的，就是说在美国911之后呢，美国把许多这个伊斯兰组织的团体定为恐怖主义团体，其中包括东突解放组织，大概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组织。那么刚才我们这位听众呢，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您怎么样解释？就是说现在国际社会一些友人呢，很容易就把海外的一些维族团体，因为属于回教徒嘛，就把他们和恐怖主义这个组织联系起来。您怎样界定他们的之间的这个界限？怎么样解释这个问题？很清楚，也就是911以后当然在美国是基地组织袭击美国，在纽约、在华盛顿，很遗憾，好多几千名美国人无辜的美国人被杀。911以后当然就是反恐之战。911以后，当然之前是你看我们看一看中国的最近的历史，也就是中国政府是，假如汉族人要民主，1989年也就是6月4日变成是反革命运动，中国政府就是把汉族人屠杀，西藏人起来当然是分裂主义分子。911以后，维吾尔人在中国是穆斯林，也就是回教徒。这911也就是反恐之战给中国最好的历史借口，也就是打压维族人，说维吾尔人他没有任何合法的主张，也就没有任何合法的原因来反对中国共产党，这是恐怖主义问题。911以后任何维族人只要他跟中国共产党不高兴，他就是恐怖主义分子他做任何事情基本上都被列为是三股势力。当然在海外的维族人都被认为是所谓的三股势力，市委会也罢，其他组织也罢。但是有一个组织，也就是不是什么东突组织，东突是个很大的概念，东突有很多组织。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把所有的就是跟东土耳其斯坦有联系的任何组织都跨入到也就是所谓的恐怖组织之内。美国所定义的也就是一个组织，也就是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运动。伊斯兰运动，我们当年根本就不清楚这个组织是否存在，或者存在的话，他们基本上做了什么事情。因为2002年时候，中国政府说有一个组织叫做东突伊斯兰运动，这是个恐怖主义组织，它是跟所谓的这个 Al-Qaeda 也就是基地组织有关，他们可能跟阿富汗也有关，跟巴基斯坦也有关。然后他们就说是1990几年一直发生的所有暴力事件在一起，东土耳其斯坦都是这个所谓的东突伊斯兰运动所做的。事实上我是来美国1996年来美国的，我在乌鲁木齐时候有些事情发生了，中国政府从来都没有用过这个词儿，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运动。在美国就是指东突伊斯兰运动被指定为所谓的恐怖主义组织的时候，在美国任何人就是反恐专家都不知道这个名字。所以就是去年就是前2年在美国国会他们有听证会，就有关这个所谓的东突伊斯兰运动有没有这种组织，是怎么被美国定为所谓的也就是恐怖主义组织时候，好多在美国的美国专家说，为了2个国家的政治利益，他们说因为也就是911以后反恐作战开始以后，布什政府希望中国政府能合作，因为巴基斯坦是中国的邻居，所以不希望中国投个反对票，尤其是在美国侵占伊拉克之间，不希望中国在联合国投反对票，所以这是一个政治游戏。下一位我们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下一位是河北的高先生，网络听众。高先生你好。你好，那个主持人你好，阿里木先生你好。你好。首先，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反对所谓东突厥斯坦的独立。我个人认为这是一小部分人别有用心的阴谋。刚才阿里木先生
说过，那个维族人和别的少数民族在中国大陆不能堂堂正正的做人，我觉得是不正确的。我身边就有很多少数民族的朋友们，我们相处的非常好。根据我的了解，比如在克拉玛依油田，也有很多维族的同胞在国有企业中工作，大家相处的都非常融洽。我的观点就是这些。好的，河北高先生，谢谢您刚才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和评论。下一位是四川的王先生，电视观众。王先生你好。四川的王先生。好的，那么我们看看山东的张先生。山东张先生和刚才四川王先生的线路呢都断了，欢迎你们有时间或者今后呢再打电话回来。那么刚才我们一位听众观众朋友讲了他的所见所闻在中国大陆的。对，假如中国是个完美的国家的话，当然维族人、汉族人、藏族人其他的少数民族当然什么问题都不会存在。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中国像美国这样是一个民主国家，人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话，法律会就是解决很多问题，也就不会存在民族问题。假如像刚才的就是河北的那位先生所说的大家都和谐的和睦的维族人、汉族人在中国过日子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见到75事件，也不能看到就310事件在西藏。事实上这是民族问题是存在的。这存在的当然也不是因为汉民族不想和维族人、不想和汉族人一起生存，这是中国共产党刚才我说解释的一样，有目的性的，不让也就是汉民族和维族、汉民族和藏族过平安的日子目的是汉族人和维族人过平安的日子，汉族人和藏族人过平安的日子，大家然后就团结起来。中国共产党是最担心的。中国共产党现在不仅担心在国内，国外也一样。中国共产党不希望维族人、藏族人、汉族人、蒙古，所以在中国共产党手下所压迫所有民族团结起来，反对中共暴政。当然在克拉玛依也好，乌鲁木齐也好，是我小时候和汉族一起长大的，我有很多汉族朋友。我根本不反对汉族人，人都一样，维族人、汉族人我们都是人。但是这里的问题是，假如你去新疆真正了解维族人的情况时，你就可以看到1949年中国侵占东土耳其3以后有一批汉族人是首先来的，从上海呀、北京呀，从所谓的支援新疆、建设新疆，他们来的时候维族人欢迎了他们，然后自治区成立，然后维族人和汉族人的关系搞得很好，维族人也接受了这些汉族人。但是尤其是90几年以来，91年以来，我说也就是苏联解体以后，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共产主义崩溃以后，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政治意识形态是所谓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也就是汉民族主义。所以现在在汉民族里面，民族主义情绪非常高，尤其是在新疆。你看王乐泉他在新疆，他是个新疆的王，他胡作非为，杀人灭口好多时候，这样就让汉族人他都不高兴，最后中国共产党把他调走了，是这么回事。所以把新疆的汉族人和维族人的关系，尤其是中国高级领导人像王乐泉这种败类把汉民族和维吾尔民族的关系搞得一塌糊涂。所以现在你看，你去新疆，你问你们自己的汉族人，汉族人不相信维族人；你问维族人，维族人也不相信汉族人。把两个民族隔阂起来，现在基本绝对会不能产生什么这种的和谐的两个民族团结的友好的所谓的这个稳定，所谓的民族团结，这不存在。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感谢美国维吾尔联盟副主席阿里木·赛伊托夫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要感谢各位听众观众您的收听、收看和积极参与。再次提醒大家，除了通过短波和卫星电视接收美国之音的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以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并浏览其他最新报道和音像资料。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